有冇試過盈利到咗目標位，你冇走，因為覺得仲會升，然後佢跌返落嚟，你仲係冇走，因為應該會反彈，最後都係虧損出場，因為跌緊嗰時諗跌咗咁多，唔想認輸，都等咗咁耐，而家走好事。今日講兩種止盈方法嘅選擇邏輯，以及點解要喺入場前就決定好固定風暴比 YS 結構止盈。方法一，固定風暴比止盈。你決定好每單只做1:2，即止損1元，目標2元，目標達到全部離場，唔理後市走勢。具體操作，入場嘅同時設定好止損掛單同止盈掛單，讓系統自動執行，唔需要你長期望實監視。計算盈利，假設你嘅系統勝率係50%，風暴比1:2，每單賺2元或者輸1元，長期期望值等於0.5乘以2加0.5乘以-1等於正0.5元，即每單長期平均賺0.5元，係正期望值。優點：紀律強、簡單、方便回測，適合自動化。缺點：強勢行情中可能過早離場，錯過額外利潤。方法二：結構止盈，唔設固定目標，根據市場結構決定幾時離場。例如下一個重要阻力位係60元，你喺59元附近分批離場，如果突破繼續持有，等下一個結構位。具體操作，設好止損，但唔設固定止盈掛單，主動根據 K 線同結構信號決定離場時機。優點：強勢行情可以讓利潤跑更遠，一單賺到1:5甚至1:10嘅比例。缺點：需要更多判斷，情緒容易介入，難以系統化。場景應用示範，同樣入場條件，比較兩種方法嘅差異。入場價50元，止損46元，止損距離4元。風暴比1:2，目標58元。用固定風暴比嘅壓針，目標58元觸及，自動止盈離場，盈利8元。股票之後升到65元，佢錯過後面7元。但佢唔後悔，因為佢係按計劃執行。用結構止盈嘅阿明喺58元阻力位附近出咗一半倉，留一半繼續持有。股票突破60元後繼續持有，最終喺64元睇到頂部信號，出剩餘倉位，平均出場約61元。同樣嘅交易，阿明因為結構止盈多賺咗約3元，但係佢花咗更多時間盯盤，而且需要更強嘅紀律喺適當位置出場。對於初學者，建議先用固定風暴比，培養一致嘅執行紀律，再考慮進化到結構止盈。三大錯誤拆解：錯誤一，既冇固定目標，又冇結構分析，靠感覺決定幾時離場。呢個唔係任何一種方法，係隨機決策。感覺好嘅時候貪，感覺差嘅時候驚，咁樣交易長遠期望值係極大機會負數。錯誤二，設咗固定目標，但差少少就開始改變計劃，目標58，而家57.5，自我感覺要到頂反轉，自行先平倉，或者到咗58仲喺升，又唔出住，等60先。設咗計劃就執行計劃，過早離場同貪圖多賺都係情緒影響。錯誤三，用結構止盈，但根本唔識識別結構，每次都出錯或出太早。結構止盈需要你識別阻力位、頂部形態等技術概念。如果你仲未掌握，先用固定風暴比，唔好勉強用自己唔熟悉嘅方法。總結，兩種止盈方法各有適用場景。初學者路線，固定風暴比最少1:2，入場時同時設置止損同止盈掛單，執行3個月，記錄每一單，建立系統信心，再考慮結構止盈。進階路線，結構止盈，搭配分批出場，保留部分倉位，讓利潤跑。最重要嘅原則係入場前決定方法，入場後跟計劃，唔因為市場波動而臨場改變策略。下一集講追蹤止損同讓利潤跑嘅3種具體操作方法。